后来乡亲，咱继续要来讲这个基本工资，每年搁来调5.21%，这个上加月薪来到25,000块。虽然是要来照顾到弱势劳工的生活，但是这就亲像一支刀啊，双面来。这个基本工资一个调起，包括健保、劳保、劳退等等的费用，嘛拢对咧调悬，而且嘛会带动物价对咧起价。人力银行就来分析，讲这个薪水调起，恐惊头家人会甲人事的成本转予消费者，也则是来减少聘用员工。长期来看，若是配套的措施无够周至，对经济负面的影响恐惊会搁较大。基层劳工每年加薪，基本工资月薪增加1250，超过2万5，时薪加到268。不过，和薪水相关的保险费嘛对得起。健保加劳保，员工至少加负担49块。头家佮加上新制度的劳退，干那保险，逐个月加纳238块，加出来成本恐惊唔是自行去收这么简单。可能会把一些产品售价、服务售价转嫁到这个消费者身上，雇主可能会增加一些人事的这个成本，那造成说减少雇用，那首先冲击到可能是在时薪人员或者2度就业的一些弱势劳工。调整的薪水，佮加上保费，一个基层的劳工，业者逐个月支出就将近2500。人力银行分析，恐惊会变相互物件起价。以在外口来讲，1碗50块的蚵仔面线加5块，物件就起超过薪水起的5.21%。基本工资不涨的话，整个那个经济的一些指标上不去，这不现实啊。因为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，我们就看到时候情况吧。9月消费者物价总指数年增率2.63%，已经飙到8年半以来新高。每年继续无起价之风，真有可能会减少使用时薪人员，或者是减少时薪人员上班的时间。政府要安怎让这个调薪机制走向正向的循环，要需要各方来讨论。